Hello， 大家好，我係 Ikumi，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雲南深度遊嘅第3集。上集同大家分享咗束河古鎮日間睇到玉龍雪山，晚間睇到滿天星星嘅營地住宿非遺紮業，多個治癒打卡景點，4月花雪同麗江穿搭等內容。如果大家未睇返上集嘅話，記得稍後去睇返上一條片啦。而今集我會帶大家去感受白沙古鎮獨有嘅浪漫街景，體驗唯美嘅牧場、雪山同古鎮旅拍，仲會去拆解上集預告提到更極致嘅非遺紮染工藝，發掘多間極具質感嘅特色小店，同品嚐地道美食。好啦，仲等咩啊 ？Let's go！ 由綜合廣場行入白沙古鎮，經過白沙壁畫，沿路已經見到有小羊出租影相。但再向前行到嚟有白沙牌匾嘅呢度，仲有更多小羊出租。呢度租羊影相嘅平均價錢大約係10至15蚊人民幣左右。現場仲有好多攝影師可以幫手拍照。我揀完一輪，本來想租中間呢隻小羊影相，點知付款前嘅一刻，突然有多一隻小羊選擇。我最後就揀咗我而家抱緊，着住粉紅色裙仔同尿片，頭上有朵小花，係我杯茶嘅小羊影相。多謝你啊，唔係好眼瞓啊，所以我冇啲嘢俾你食啦，超鍾意你㗎。由於佢仲係好 BB， 我單手抱咗佢好耐都唔覺得攰，而且抱抱下佢仲喺我懷裡面瞓着咗，我覺得好溫馨。我仲同佢影咗好多相添。最開心嘅係，最後老闆一次過俾我同2隻小羊影相，真係大收穫啊！而牌匾另一邊，牆上繪有納西族風格嘅壁畫同圖騰，配埋周圍嘅舊木建築，彷彿重現20多年前最原始質樸嘅麗江。其實白沙古鎮係木氏土司嘅發祥地，亦係納西族進入麗江最早嘅聚居地，所以呢度保留咗最深厚嘅文化底蘊。跟住我向北前進，其實喺麗江3大古鎮之中，白沙係最近玉龍雪山嘅。下一集我會帶大家更近距離睇雪山，千祈唔好錯過啦。而行到北門附近，仲俾我遇到咁靚嘅玫瑰花樹，真係好有驚喜。再由呢條樓梯行上去望那兒陽台，呢度可以免費拍到玉龍雪山。同古鎮屋頂嘅靚景，我都喺度影咗唔少靚相啊！而下面市集開嘅鋪頭唔多，但呢度竟然有樂器伴奏，可以開一個屬於自己嘅小型演唱會，咁都幾有趣喎。而呢度仲有人喺度畫畫同賣畫，感覺都幾寫意。而嚟到北門，仲見到烘焙麵包嘅柴火爐，都幾有趣喎。
行完北門，我仲想帶大家睇埋南門附近嘅街景，因為4月嚟到呢度都有勁多花睇，包括上集介紹過嘅秋樹花、月桂花牆。最後仲有玫瑰花同紫藤花，睇住粉紅同粉紫交織嘅花樹，真係有一種好浪漫嘅感覺。接住落嚟，我想同大家介紹旅拍。其實我2次都係幫襯南門附近呢間青木攝影。呢度有好多少數民族服飾，好似彝族、藏族、苗族同古國公主等等，仲有超多配飾、頭飾可以揀。呢啲描銀飾物真係好靚，雖然對我嚟講，適合我嘅服裝款式唔算好多，但好嘅係佢哋嘅妝容同相片色彩都好自然，個人樣完全唔會過度曝光，而且唔使花好多功夫執相，所以我都好鍾意。我第一輯係藏服外景，攝影師會開車帶我到見到玉龍雪山嘅牧場拍攝，仲包埋同羊隻、馬匹合照。攝影師好識得引導我擺 pose， 我都好滿意整輯相片嘅效果。而呢輯相片大約係1000蚊人民幣左右。而第2輯就係我穿着彝族服飾於古鎮拍攝，價錢係399蚊人民幣。不過當日天氣好差，又凍又冇陽光，相片出嚟嘅效果唔太好，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揀陰天拍攝。接住落嚟帶大家睇睇非遺雜染。呢一間係位於青木攝影附近嘅光紅非遺雜染文創文化館，我超鍾意佢哋門口同店裏邊嘅木雕花裝飾。剛才介紹嘅旅拍都有喺度取景，呢度嘅藍染都好靚，雖然價錢係最貴嘅一間，但真係1分錢1分貨。另一間就係剛才介紹過望那兒陽台對面巷仔深處嘅清代手工藝培訓坊。門口仲見到好靚嘅黃木花同2隻好可愛嘅貓咪。喵喵。依家我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啦。門口擺賣緊一啲紮染、機繡頸巾同披肩。其實雲南嘅紮染都係採用天然植物染色，例如藍色用板藍根，紅色用紅花蘇木，紫色用紫草，黃色用梔子、薑黃等植物。不過要做到最穩定耐洗嘅紫色，通常會先染藍色再染紅色，所以工序難度比較高。而
而顏色之所以咁濃郁，係因為要將植物長時間反覆熬煮，加入酶染劑，例如草木灰水，再經過多次浸染先至做到。相反，另一種呈現馬卡龍色系嘅植物染就完全唔同啦。佢哋通常用當季鮮花同嫩葉輕度熬煮，浸染次數少好多，所以顏色比較清淡，成品極具仙氣。除咗紮染之外，白沙古鎮仲隱藏咗好多傳統工藝，例如呢間享譽盛名嘅彭平大師刺繡藝術館。從呢幅刺繡畫都能夠感受到癲繡嗰種極致精細嘅匠人精神。另外仲有呢間皮雕藝術館，入面展示咗好多全手工皮具同藏族風皮雕畫。欣賞完傳統工藝，白沙古鎮仲有好多極具質感嘅特色小店。首先帶大家嚟到呢間新中式服飾店東文西庫，一入門口先見到男裝區，再行入少少，我就被佢古色古香嘅中式庭園水池同古典雕花木裝環，家私所吸引。呢度唔單止裝潢雅致，陳列嘅衣服充滿濃郁嘅東方美學，結合精緻嘅傳統刺繡同民族元素，搭配馬面裙同寬腿褲，每一件都好有古典氣質。鍾意新中式穿搭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跟住就係彩夢集，佢係一間充滿異國風情嘅中亞服飾集合店。佢嘅貨源自泰國、尼泊爾等國家，融合咗紮染、印花、人手手繡同重工釘珠。我喺度都睇咗唔少時間，仲試咗幾條裙，大家估下我最後買咗邊條？除咗衣服，仲有好多精緻嘅飾物、帽子、圍巾、公仔同包包。另一間叫花道，裏面賣嘅服飾、帽子、包包同耳環，大量牽涉人手手繡、手鈎、紮染。由於工藝非常繁複重工，所以價錢略貴。而裏面部分商品同剛才介紹彩夢集嘅一樣，兩間店鋪距離唔遠。如果時間非常充裕，大家可以夾下價先至買嘢。而我最後就買咗2對手鈎耳環啦。而花道附近仲有一間唔起眼嘅飾物小店，叫喇，門口掛滿納西族風格嘅流蘇吊飾，入面主打手工銀器飾品，仲有服飾、鞋子販賣。最後就係白沙古鎮老繡古董，入面嘅刺繡、舊銅器同老銀器都充滿歷史歲月感。
行完特色小店，當然要品嚐埋當地嘅美食啦。早餐我嚟到蒸蒸日上，呢度環境雖然簡單，但性價比算高。我點咗即磨豆漿同煎餃，豆漿豆味超濃郁，煎餃亦都煎得好香口。而中午就去咗雲喜過橋米線，呢度環境佈置好靚，仲有好靚嘅玫瑰花。除咗必食嘅雲南過橋米線，我仲試咗玫瑰味炸魚線，甜甜地又有奶香味。最後晚餐就去咗雲味集，雖然佢主打火鍋，但我得一個人就點咗一個酸奶、爆醬豆腐同埋好開胃嘅百香果番茄肥牛米線，呢餐都幾好食。好啦，今次整理完2次去白沙古鎮嘅精華片段，唔知大家睇完又覺得點呢？而我嘅感受就寫咗喺下面嘅說明欄度，大家睇完片記得去睇下同留言分享下啦。下集預告，下一集我會帶大家挑戰海拔4680米嘅玉龍雪山，一次過帶大家遊覽冰川公園、牦牛坪、雲杉坪同南越谷呢4大核心景點，內容非常精彩，大家記得訂閱，千祈唔好錯過啦！在此多謝大家收看我嘅影片，如果大家鍾意我分享嘅話，請大家記得點讚、留言、分享、訂閱同開啟小鈴鐘啦！我哋下集見，拜拜。